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长夫人刘玉珍平常时因为假期关系，真少参加市府的活动。不过，其实伫个假日时伊拢会代表市长前往偏乡关怀弱势，成为市长坚强的后盾。伫个过年前，市长夫人特别前往弱势学童和家课后照顾营队，用有奖征答。甲学生亲切的互动，场面非常的温馨。市长每条饼期间，大家拢给刘老师的夫人刘玉珍，嘛希望成为先生上界坚强的后盾。上午伫阿兰区长也指明，甲议员王景德等人陪同来到丁安里活动中心，参加替代夜兰伫寒假要替学童课后照顾营队。夫人一开始就以有奖征答不断送出过年红包方式来甲所有学生互动，真紧的友情距离，场面相当热烈。第三个人数什么？答案是错的。你可以指定你要送给谁，分享一下。他弟弟你不送你弟弟哦。会长夫人不止亲切甲所有学生互动送红包，学生嘛真大心回送亲手所做的卡片，场面相当温馨。当然，虽然过年期间欢乐的气氛，不过夫人嘛以撇蓝包要送给大家，在网络当中嘛有教育意义。大大小小地震难免的。然后也让孩子懂得所谓的避难安全的问题，而当然除了让他知道避难场所在哪个地点之外，还有当下就是一定要事先准备好这些避难包哈，包含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水、我们的手电筒，诸如的需要的都要准备好，就放在床头当然。一定会金属年绝对会国泰民安，然后风调雨顺。可是呢，我们这个避难包纯粹是预防预防胜于治疗。那也是就是要先把它准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除了市长夫人伫营队送出关怀，需要替代夜兰嘛伴演财神分送糖仔，互开幕式充满喜气闹热的气氛。嘛希望互这群学生提前感受到过年满满祝福。第一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市长夫人关怀弱势学生以后，嘛前往梅花里活动中心参加由着府城防癌抗癌协会所举办的寒冬送暖活动，提前甲所有里民请安，预祝大家过一个温暖平安的好年。为了让弱势民众感受到社会温暖，由淡市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发起，伫阿兰区七股、北门、甲将军4区的联合送衫。上午伫市长夫人刘玉珍甲济里民以及公所同仁的见证，要让弱势民众过一个温暖的好年。阮们希望讲，这个衫遮好的衫是爱当予老人穿的，就该保暖，这样子就不会，这个对健康的话是比较有保障。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有一个好年，大家拢当过着好年。已经连续第3档举办寒冬送暖的协会，除了专业宣导防癌抗癌的健康观念，嘛持续推动社会公益，关心淡市弱势长辈，嘛互过年进前代表市长4月关心偏乡甲弱势妇人刘玉珍相当感佩。特别会来的原因是市长他的特支费节省了一点钱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节省，所以他的特支费就拿了钱来买了那个棉被。那这几天那个温差都很大也要遇到过年，希望这些边缘户的这些长者能够透过一件厚厚的棉被温暖他的心，让他知道说，其实大家都有在关心他、关注他。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区长，
叶区长，还有我们的王景德议员，也很谢谢我们的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吴会长，他都很鼎力的帮我们这样子做联系，甚至做我们的后盾，告诉我们要走到哪个地方可以发现这些边缘户，让我们能直接关心他。会中阿兰区长嘛代表4个区的受政单位对南龙集团的爱心付出表达感谢，期待更较侪善心人士甲团体加入公益行列，互过年的时刻充满幸福甲欢乐。电新闻管及何乔邦、蔡宏报道。万里地区因为地势关系，加上七高一直无一个完整的整合，造成部分的路段一拄着落雨就积水。经过议员吕维英争取水路调查，伫过年后将要进行七高改善工程，希望彻底解决万里饮水问题。议员吕维英表示，经过侪冬的争取，改善调查万里地区的排水设施，经过第86粉红道的建设、抽水机组的增设、加大排的清污改善，已经大大改善饮水地区的范围。毋过部分的路段因为七高无统一，水下袂利，也是会淹水。对此嘛要求市府、干务加水利局，要伫今年汛期进前要完成改善。根据实地的勘查来发现，那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过去的治水涵盖了很多不同的单位，包括地方的公所、公务局、水利局，所以包括的管线这个侧沟其实通常都很容易造成什么大肠包小肠啊，或者说低的这个去这个往高的地方流，所以这些地方更容易造成淹水。那也因此这样子，我在去年来向这个市府要求争取180万做侧沟的整体的一个调查。那现在调查的结果已经出炉了，有几个地方应该要优先改善。那优先第一期的地方来这个经费高达1200多万元。那黄伟哲市长也因应我的要求有编列预算。那我在这边诚恳的这个呼吁黄伟哲市长，应该在过年之后立即上工，赶快抓紧时间来将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侧沟，赶快来进行改善的一个工程。对此，市府工务局副局长王建雄表示，目前专案将由区公所进行发包，为了加速时程，嘛将分开发包干部来施工。那目前这个案子的进度呢？补助公所进度，它完之后，他们因为公所也非常积极在做这个规划设计，那他们这个劳务厂商也评选出来，然后目前也在做规划设计。那预计今年的那个3月或4月会分别的上场招标。那这个案子所谓分别上场招标，是因为因为这5条路为了加速这个花包税跟完工的期限，就5条道不会一起做一个标，会混成多标来加速它的花包跟后来完工的那个时间，就是加速它完工的时间，能把它完工的时间能够尽速把它提早，让民众能够解决它淹水的痛苦。那完工的日期预计是说，它会在今年的6月或7月来完工，来解决这个地区这个5条路所涵盖范围的淹水问题。希望这个淹水能够改善完之后，这个地区能够车祸改善完之后，能够解决这个地区的淹水现象。目前包括成功一街、万里路部分巷路，总共5个路段，总经费大约1500多万，将加强七沟的深度甲断面，希望能够彻底改善万里当年的淹水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一寡独居长辈过年时无人陪伴因做伙食团圆饭，互因感觉更加孤单。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站甲台南中大善心会，就邀请长辈做伙包水饺，互因感受团圆的气氛。因为认同华山基金会服务理念，台南中潭善心会当年响应爱老人、爱团圆公益活动。今年伫总会长万汉林号召之下，协同高雄分会张国新会长、马来西亚分会姚立春会长以及所有会员的爱心，总共募得30多万年菜经费，捐助华山的独居长者。看这个华山基金会真用心来对待咱的迄个老时代，啊嘛真感恩，啊咱一直在咱中大台南善心会啊
在服务的这个对象哦，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家，还有这个小孩子，还有所谓的边缘户。那一直以来呢，就用这样抛砖引玉的一个方式，好来唤起社会大众对老人家跟小孩子这一块的一个注视，一个注重哈。现在慢慢我们社会慢慢的老人化，那老人家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为我们下一代呢打拼了很久，好，那也非常的谢谢这一次，像这一次呢109年度的我们这个募集年菜非常成功哦，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海内外，那由我们台南中坛善心会做一个发起，总会做一个发起的一个动作，唤起了我们高雄分会还有马来西亚分会所有的海内外的各善事，那也成功募集的在我们从南部到这个中部哈，从高雄、台南还有这个中部等等这几个地方，成功的募集了1727份的一个年菜，非常的感恩。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目前年菜经费各欠3成，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号召更多社会大众做伙来关心弱势长辈。今年募集的部分还剩大概有3成不足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很希望社会大众可以持续在过年前，甚至包含过年后，都可以持续为我们做那个赞助年菜的部分，一份是700元。那像如果是长辈常年服务经费的话，是12501一个月，就是都很需要在地还有社会企业大家的帮忙。华山基金会在台南地区总共成立39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2500位弱势长辈，提供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等免费服务。嘛，希望认同基金会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照顾孤老的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喜乐合唱团是由一群热爱生命甲音乐的乐友所组成的。成立10档以来，曾经受邀请前往国内外各地教会演唱，充满正面能量的歌声，也得到真侪好评。21号喜乐合唱团伫新老病院的大厅献唱一首一首美妙的歌曲，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新老病院为了提供眼睛朋友一个放松情绪的管道，伫10档前成立喜乐合唱团，用音乐提升生命意义甲价值，进而得到心灵的平静甲健康。伫指导老师Sophie专业又搁趣味的教导之下，互每一位团员拢真期待团练时间，不只是因为伫音乐上得到成就感，也是因为每一位团员拢是互相扶持的生命共同体。参加合唱团啊，每个礼拜固定时间来练唱歌，让我的心情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这里有一群一样是病友的弟兄姐妹，那大家会彼此鼓励，彼此来支持，然后透过歌声的练习，让我们的心情也得到了喜乐。指导老师 Sophie 表示，合唱团每一位团员拢是生命的勇士，虽然因为癌症造成身体不爽快，但因也是愿意到各地用歌声来分享爱。他们都是生命的勇士，他们用还是不舒服的身体，但是唱出喜乐的歌。那他们在这10周年的时候呢，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离开这个队伍，但是其他的人能够愿意来分享他们的歌声，每一个月呢到病房去散播他们的歌声，还有他们的爱跟关怀。那也祝福喜乐在未来的10年，我们能够更健康能够一起的牵手一起唱歌。喜乐合唱团透过因的演唱，鼓励离癌的朋友正面的思维，嘛希望借由歌声感谢照顾者甲医疗团队的辛苦，不止扭近了医病之间的距离，嘛让新老病院成为一个充满温暖甲爱的所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现代人对面包的品质愈来愈重视，这也让统一集团看好这款相机，特别引进全世界知名的冠军奶油，佮特别甲精英酒店合作，推出3款运用在地食材面包。现主时也推出买1送1的优惠，要让消费者享用高品质的面包。画面当中看到的这3种棒，拢是运用这个号称是看到极光大汉的库里姆所制作的。这款库里姆是来自北欧芬兰的知名品牌，因为看好台湾高单价胖的市场，统一集团也特别引进这个库里姆，并甲精英酒店来合作。未来1年将会运用这个库里姆，持续来推出无同口味的胖。因为这个奶油它的这个产地是来自于这个极光的一个环境，那就是它的这个环境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所制造出来的这一款奶油的话，本身它的一个化口性好，然后我们在吃在嘴巴里面的话，它具有浓郁的一个奶油的一个香气，然后不油腻。这届推出的3种胖，除了有将传统的葱花面包转型作为香葱乳酪吐司以外，也有运用法国经典的胖布里欧结合油啊，推出口感特别的柚香布里欧。这3款面包的话，基本上啊，它都是接地气的一个口味。那就是说，它都是使用台湾的食材来搭配的，然后运用这个我们的一个法国的这个工艺所做出来的。所以说它不失台湾的一个口味，然后又可以有将这个工艺再提高，去将它这个品质口感上去用法国的一个口味来呈现出来。Avec un pourcentage qui est à peu près de 70% de beurre. Et on a utilisé du yuzu taïwanais qu'on a fait confire, qu'on a mis à l'intérieur de la brioche, avec une crème pâtissière faite maison bien sûr, et avec du lait frais. Et on a couvert le tout d'une pâte à macarons, ce qu'on appelle une pâte à macarons, pour donner du croustillant et quelque chose d'assez frais, avec beaucoup de zeste de pamplemousse dedans, de Taïwan. Voilà. 现在这3种胖也会使伫精英酒店的外卖中心来买到。同时也有推出买1粒送1粒的优惠，也阁会使得到1杯加币的兑换券。喜爱食胖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用看到极光大汉的库里姆所制作的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百货公司迎接新年，除了规划拍节花卉、甲亲子的活动以外，伫初一阁推出新春福袋，不但全部拢有奖，阁会当抽2届。第1届大奖是 iPhone 手机啊，第2届是5万块的商品礼券，要互民众来试手气。迎接农历过年，位伫后火车站的百货公司，1月23号到29号举办新春好运、金翅报喜冬季活动，要互民众过新年穿新衫，流行服装拍到特价，而且相关回馈17%的抵用券。当然，每一档过年应景的新春福袋，伫1月25初一推出，一袋1000块，全部拢有奖。上小奖是价值3800块的控过敏清净机，上大奖是价值26900块的 iPhone 11，而且阁会当抽第2届奖5万块的商品券。另外，过年期间阁安排真侪亲子活动，而且甲乐利门天协奖第8档合作。后民众有机会得到限量的税钱通报。整个过年期间的话，在我们的台南的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在我们的北上纬路我们天后宫，也是今年1年1度非常大的活动。当然，如果我们在天后宫没有排到税前，没有排到通宝，
在台南大圆柏，我们还有机会，您很可能可以玩游戏，我们可以有机会还可以分享到妈祖今年的庇佑，那真的很开心再一次跟那个妈祖娘娘合作，那希望未来的一年鼠年，大家都能够行大运，钱财数不完，好运数不尽。过年若是要试手气、买福地是真好的选择，不过限量只有600地，要买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秦碧纯和乔邦采访报道。有电影演出伫个病院抱唔到囡仔，造成2个家庭走向无共的人生。伫个台湾也曾经伫个旧年发生做未来中心抱唔到囡仔饲年的纠纷。对此，大安妇幼病院特别引进一种新世代母子手环，再加上身份核对的系统，为妈妈做严格把关。每一位新生的翁婴仔，拢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一个无细腻的疏失，就可能造成2个家庭的遗憾。大安妇幼病院为着注重病人的安全，特别导入日本母婴一体型的环带加身份的核对系统。为所有的妈妈做严格把关，要用什么样的根本来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寻寻觅觅的当中，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母子手圈，就是母亲来待产的时候，我们就戴在妈妈的身上，然后 baby 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从妈妈的身上把那2条 baby 的手圈撕下来，直接就戴在婴儿的身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是对的，不会做错的事情。那之后我们又可以在喂奶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辨识婴儿母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PDA 去扫描，然后去让护理人员在这个母婴辨识的部分可以轻松许多减少一些错误的产生。所以我们引进了这样子的一个母婴腕带。这种一体型的腕带是1、4、3条的组合。对准妈妈到病院来待产，就将腕带挂伫咧手里，一直到生产的时，将另外2条分开挂伫咧翁婴仔的手甲骹，提升翁婴仔甲妈妈的正确辨识。不管是饲奶或者是母婴同事，佫需要透过身份的核对，如果错误，系统就会发出警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癌症伫台湾的发生率一直拢真高，大部分的治疗方式是化学治疗，但是因为患者可能会接受到无正确的化疗知识，基比医学中心特别推出多媒体卫教，让患者会当轻松的了解正确的化疗知识。现在因为资讯发达，所以民众会使真简单伫网络找到家己所需要的资料，但是安尼也造成了真侪民众对癌症的化学治疗有错误的观念。为了减少这种状况，基比医学中心也特别结合多媒体，推出了31种的卫教资料，要让患者会使有正确的知识，降低患者的恐慌。手术化疗病人卫教的目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病人他有时候会接受到一些不正确一个资讯。那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我们希望就是说，在病人化疗的时候啊，然后厘清就是说病人他一些治疗之前的一些不正确的资讯。那我们希望，因为近年来就是说资讯还蛮发达的，我们希望借由多媒体的一个方式，让病人能够接收到比较及时的资讯，而且利用我们一些云端的资料库，让病人回去也有一个查询资讯的一个地方。药师也强调，如果是有咧做化疗的患者，上好是莫食无煮熟的食物，因为可能会有细菌的残留。同时，饮料当中的冰格也是要避免的。我们在做完化疗的时候啊，我们会建议病人就是说一些比较像一些生菜沙拉啦、生鱼片啊、生食那些都尽量不要去饮用，因为它可能就是说会没有办法把它菌杀得很干净，可能会有一些腹泻的情形发生。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像一些手摇饮的话，他们有一些碎冰块，我们是建议不要喝手摇饮的，因为它那个冰块来源其实都是不太明确的，那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会引起一些腹泻的情形发生，可能要特别小心这样。除了多媒体的卫教以外，医美医学中心也有准备了60种的卫教单，同时也会使扫这个 QR code， 马上就会使得到正确的知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份的天气，温度15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